荷槍實彈嘅機場特警就專責對付恐怖分子。香港國際機場有我哋呢一班武裝嘅警察喺度咧，最主要希望能夠咧做到一樣嘢，就係個阻嚇嘅作用，令到人哋知道香港國際機場咧係有一班受過專業同埋咧係經常性有訓練嘅警察咧喺呢度24小時執行一個巡邏，係一個極之嚴密保安嘅一個國際嘅機場。世界各地嘅機場特警都會面對恐怖分子嘅劫機挑戰，香港喺呢方面又點去準備嘅呢？機場特警喺個機場裏邊，其實最主要應付一啲突發嘅事件。受到一啲恐怖襲擊嘅時候咧，機場特警做出一個適當嘅反應。我哋經常嚟呢度做訓練嘅話咧，可以令到我哋啲同事咧係對嗰個飛機嗰入邊嘅裏邊嘅間隔啊係熟習咗，或者我哋嘅戰術裏邊咧係可以套用咗喺個飛機入邊。不實彈嘅訓練咧，其實就係攞嚟訓練我哋一啲射擊或者燒槍嘅姿勢啊，同埋一啲準程度。而個粉彈訓練咧，會訓練我哋找尋掩護物啊，或者點樣去應付賊人嘅。放低槍！喺開門嗰刻裏邊咧，係其實喺所有嘅 operation 裏邊咧，都係好危險嘅。當佢開咗門嘅時候咧，佢哋係會有一啲掩護嘅地方，佢哋會盡量利用嗰啲掩護地方而睇入邊個環境。其實我哋透過日常嘅訓練咧，可以加深咗嗰個互相嘅默契同埋了解，對嗰個戰術嘅運用啊、技巧嘅運用咧，可以更加加深。咁喺我哋去面對呢啲咁嘅危險嘅時間咧，我哋可以更加百戰百勝。